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日我来搞大家哈帕舞头。这次的舞蹈呢是加入了街舞的元素，所以我们要有看起来有非常活力跟帅气的表现哦。多跳舞的话，对身体都好。让我们一起跳舞吧。好，那今天 Tiza 同走，我们的左手抬高。好，左手开始。那跟我们走路一样，我们先用走路的方式先练习一下。好，当我们抬左手的时候，我们是右脚开始，所以1，换边，2、3、4，好，再一次哦，6、7，左手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那我们加快咯，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好。那我们的脚呢，来侧面看我。当我们在跨步的时候，脚要先抬高。抬高的时候呢，我们肚子要往内收，很像肚子有点肚子饿，收。好，站起来，再一次收，站起来。对，那我们的双手可以先放在肚子这边，感觉一下，我们肚子会把我们手夹起来。对，夹起来的时候收脚。好，然后再来站直。收脚，
站直，快一点哦，收直，收直，很好，继续收直，收直，收直，收直。对了，非常棒。好，那我们加上手喽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们左手开始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个预备拍，预备1 and 2 and 3 and 4。好，来试一次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我们要看起来有精神的话，要把我们的手抬高，跟我们的肩膀齐高，可以吗？好，手要这样架起来，这样才会有精神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要注意一下，我们不要变成同手同脚哦。安内是同手同脚，好，所以要不同手不同脚。你的左手左片的手，右片的脚分开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。都对吗？那我们要继续下一个动作喽。5、6、7、8的时候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往我们的右手边右手边跨2步。5、6、7、8，好，再一次哦。来，准备好，来，5、6、7，左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这边呢，这些动作我们都是叫做上律动，也就是拍子到的时候，我们的膝盖要伸直。所以在这里预备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脚会先弯曲，对，1踩到，2、3、4，嘿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再一次哦，准备哦，我们的右脚先开始，左手开始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往右走，5、6、7、8，很好，大家跳得很好，我们再一次哦。来，准备好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旁边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2只手，右手呢一样抬到这个高度，在你的身体前面。那左手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抬高一点点，对，不要粘在身体上或藏起来。好，抬高，那跟着我们的身体律动往上，上，上，上。上，对，很好。来，再一次哦，准备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样大家记得起来吗？那我们再一次快一点喽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。那到这里呢，我们下一个8拍的时候是一样的动作，只是我们往走数片走。好，所以再回去的时候换我们的右手跟我们左脚右数走左脚，然后一起走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往你的左手边走，5、6、7、8，很棒。那我们再一次哦，来从头开始，左手开始喽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。当在这边呢，刚刚走过来这里左边回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右手不要放下来。直接右手加上我们的左脚踩2、3、4，这样就可以直接走回来 ，OK 吗？那我们再一次连续动作哦，跟着我的拍子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
很棒哦。那记得我们的脚呢，抬起来的时候要尽量把脚抬高。好，抬高的时候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收肚子，收，对，这样我们的脚会更好的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在走的时候原地走，抬高。好，走旁边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抬高，抬高，换边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次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我们再数拍练习2次哦。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那再一次哦，大家做得非常好。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学会了吗？那我们要跟着音乐一起来喽。好，来，音乐下。好，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好。好，再来一次哦。来，准备好哦。好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走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，大家表现得非常棒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来准备，5、6、7、走，1、3，右片，左片，很好哦。不知道大家流汗了没有？那我们继续加油，最后3次喽。好，来准备，5、6、7、走。好，要记得咯，脚要抬高哦。好，再一次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弯片，大家跳得非常棒。那我们最后一次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泰嘎跳的同后哦，要继续练习。那我们休息一下。Hello， 泰嘎好，我是阿金老师。今日又要来教大家哈帕舞蹈。那上次的动作有没有记得？有没有练习呀？那我们再复习一次哦。还记得吗？我们是左边的手开始哦，来，准备后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还记得吗？那我们接下来哦，又有新的动作喽。好，那双手放下来，待会我们的脚先往右前方跨一步，1老并脚，2换边，3、4，好，再来一次哦，5、6、7，右片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那这个跨步的过程呢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你的脚尖的弹动，像这样，对，很好。那再加上往前跨步的时候跳一下，跳回来，跳回来，好，跟着身体的动作重心，很棒，继续保持。来，再2个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跨步的时候，脚可以再稍微打开一点点，让我们的运动距离更大哦。来，那待会加上我们手打开，跟着脚，1，好，2的时候拍手，2，对，换边，3、4，对，好，4的时候双手握起来，在这边，好，5、6、7、8的时候呢，我们一样跨2步，5、6、7、8。那这时候加上我们的肩膀
往前，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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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里啊，来我们讲一下肩膀的动作。那双手先叉腰，好，那肩膀呢要感觉是像那个脚踏车的踏板这样前往前往前往前，所以肩膀呢我们先往前画，往边画画画。好，那我们左片先来5、6、7、9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很好。好，加上一点我们重心身体的左右。左右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加上前面手的动作，来准备后，来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握手5、6、7、8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准备5、6、7。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转肩膀，转肩膀。好，那我们在转肩膀的时候呢，好，注意一下，我们跨步的时候转肩，好，身体有一个延伸，所以脚不用急着收回来。好，当我们身体要拉回来，肩膀拉回来的时候，再回到正面，换边也是这样延伸，回来。这样大家会了吗？来，我们再试一次哟。来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转肩，转肩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试试看，加一点点位移哦。待会我们先往斜前方走。好，所以开的时候斜前，拍手，斜前，拍手。好，然后再加上肩膀转肩，转肩。很好，那如果家里的空间不大，原地跳也没有关系哦。来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很好。泰嘎跳也懂后哦。那我们接着前面的动作试一次看看。来，准备，从左手开始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，右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，转接，6、7、8，大家跳得非常好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8拍动作是跟前面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在下一个拍手的时候呢，一样，双脚打开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转肩，5、6、7、8。那这时候我们第2次的时候，我们往斜后方走，试试看哦。所以待会跨步的时候，打开，往斜后方拍，斜后方拍，然后转肩，转肩，这样可以吗？来，我们试试看，连续2次，从拍手开始哦。来，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，转肩，6，往后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对，大家跳得非常好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我们要从前面接过来一次哦，先慢的数拍一次，来准备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，很好，转肩，7，再一次，4、2、3、4，回来，5、6、7、8，耶，非常棒，非常棒 ，OK 吗？那我们再一次喽，要加快一点速度，来，准备好，来喽，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弯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跳得非常棒哦，轻后轻后。那我们再试最后一次的数拍哦。那我们就要来跟音乐了。
来，准备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完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退后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OK， 可以吗？那我们要来跟着音乐练习喽，来。好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3、4、5、6、7，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拍手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练习一次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！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走。拍手，很棒，可以吗？那我们再练习最后3次喽。来，准备好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拍手，很好，继续加油，再2次，来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，完片，拍手，肩膀。对，很好。大家越来越好喽，越来越进步，越来越棒。那我们最后一次喽，来准备，来，5、6、7、8。好，大家今天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谢谢，拜拜。